后来过来，嘛是受到战争的牵连，台北股市连3天大落1000外点，今仔日总算是回档来了，一开盘就跳空起超过100点，上尾也是起190点，以17015点来收盘。金管会主委黄天武伫开幕进前就强调讲，台股的基本面是好的，因外资自然会做一个判断，整体来讲无需要惊狂。 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，台股连续3天落2000点，今仔日总算徛登去17000，一开盘就起118点，中昼起差不多200点左右。包括航运、电子等等前几天落较侪类股拢开始反弹，嘛有金管会较放松。台股的基本面好。 那他们自然会做一个判断，国内的资金的动能是强势的，所以还有人愿意逢低去进场，做好充分的准备。那如果是有不理性的下跌的状况，有信心崩溃的状况，我们会依照规定，不排除召开临时会议来研议。 在金部会双首长信心破未有效果，不过乌克兰、俄罗斯也咧烧战，金管会今仔日嘛针对政经情势，对国内保险监管业丁长期发表专题报告。黄天武强调会继续关注3大产业的风险，来加强风管和治安防护，强化市场的监控，一定会配合国际金融制裁。整体来讲，维持袂惊、袂共破的原则，面对乌克兰、俄罗斯的情势。所以这里面的风险，信用风险相对来讲，因为他愿意偿付，所以 信用风险相对来讲会稍微有点降低，投资在整个的这个寿险的部位来讲，是相对是很低的，所以我可以说，其实关心的应该是金融的韧性。 国内金融寿险业对乌克兰、俄罗斯两国有风险的部位比2500亿搁较少，金管会犹原留心在在。不过国际情势犹原对股市造成影响，投资人敢若毋忘伫低风险之下，搁会当把钱收好掉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